手私樓買賣登記上季跌咗1成9。李家國話：今季有望止跌回穩，帶動樓價下半年上升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有樓睇，我係陶俊文。雖然喺關稅戰之下，外圍嘅不明朗因素急增，不過李家國有信心，二手私樓買賣登記今季有望止跌回穩，帶動樓價喺下半年最多反彈大約半成。回顧今年初樓價走勢反覆偏軟，雖然政府喺2月底將400萬或以下住宅嘅印花稅劃一調低到100蚊，不過措施仲未完全反映，拖累上季二手私樓買賣登記繼續喺低位徘徊。李家國統計土地註冊處資料，二手私樓買賣登記上季只有7372宗，按季回落1成9。自舊年第三季以嚟半年最少，涉及金額只係大約530億，減少1成7，都係兩個季度嘅低位。展望第二季，李家國預期受惠細價盤減印花稅政策持續發揮作用，加上之前積聚嘅購買力趁樓價低水而釋放，估計今季嘅買賣登記會上試9500宗，甚至挑戰4個季度以嚟嘅高位。承接住第一季啊，即係比較叫做開始個小陽春啦嚇。咁我相信好多購買力咧都未完全釋放嘅，咁所以變咗咧喺第二季咁啊繼續有啲購買力流入之下咧，就可以推升到嗰個買賣登記量繼續上升嘅樓價，自呢個歷史高位跌咗落嚟啦，都累積跌咗3成嘅。咁所以目前咧都係一個即係吸引價去令到嗰個剛性需求啊，同埋有部分投資者去繼續入市嘅。按地區劃分，以將軍澳買賣佔最多，上季有389宗，按季下挫2成7。荃灣同旺角、油麻地排名第2同第3，分別有大約360宗，回落1成9至2成3，較元朗同屯門區仲多。期內以日出康城最活躍，錄得104宗成交，平均尺價11600幾蚊。其次，美孚新村有96宗，尺價較舊年年底升超過半成。嘉湖山莊同太古城同樣升1%至2%，只係愉景灣跌2%。咁第二季咧，我哋原先預期咧就會比較好嘅，即係可以升翻即係大約2% 啦，咁就可以收復翻第一季即係大約跌2% 嗰個跌幅啦。不過依家嗰個關稅戰啊，即係打得都比較嚴重啦，咁所以上半年樓價咧即係仍然有機會跌大約1% 左右啦。咁希望下半年個市況咧就會有個改善啦。咁如果交投量亦都可以支撐到個樓價向好的話咧，就希望下半年可以有個比較明顯3至5% 嘅升幅。上季住宅買賣當中，以400萬或以下佔最多，上季有2640宗，佔超過3成半，涉及金額超過77億，兩個數字都按季跌1成6。受惠印花稅政策效應，相信今季佔比將會持續高企。無線電視何心怡報導。